为了要找到影片呢，你看，检查一下，井字号的后面是要正确的字哦。relaxing 底线 us， 那个频道内容有好多够机器操作的工艺啊，家政啊，机械操作，现在都加上井字号。然后要把它发布以后变成有超连接功能，再点按超连接，推在 YouTube 频道社群，YouTube 频道社群哦，社群贴文哦才有效。发布以后有超连接功能。哎呀，这个怎么跑掉了？可能按了，你看，哎呀，怎么没有更正啊？有时候也是没有出，哎，奇怪。现在眼睛看着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刚刚上传的怎么不见了？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也会出错，你看，电脑网络也会出错的。先把它复制起来备用，把它贴到别的地方。好，现在正常了，你看，超连接 relaxing 底线20，点按下去，你看。